台中市政府成立流川水文化甲环境教育馆，而且来发表水文化之都的新册，甲所谓导览的平台，希望让城市的溪流将做环境教育上好的教室。 导览人员做解说，让囡仔了解垃圾水变怎处理。北区中正公园内底中正水净场完工了后，让流川的水变清气。为着民众了解生态永续发展的重要性，市府成立流川水文化环境教育馆，提供导览的服务。我刚刚有看到那个生活污染跟商业污染，我觉得我们真的不可以再污染流川了。流川水文化环境教育馆唔有导览的平台，启用这天有发表新册，让民众更了解台中市河川丰富的历史文化。4大河川的这个历史，还有水利工程、生态环境、游憩景点等等的内容，可以探索水文化的这个底蕴。市府讲，透过治水工程提升水环境的品质，嘛让生态环境永续发展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